镜头来新竹来关心新竹棒球场进前伫土坝内底防污出不爱的电线。最近经过专家初步研判，讲排水嘛有问题，因为土坝内底黏土的含量伤过悬。市府即马甲包商已经达成共识，要求包商伫无对价预算的前提之下，要做好改善。球场污的坑内底积水竟然完全无法度消去。新竹市长高虹安上任了后，继续追查新竹棒球场工程。经过专家初步研判，是因为土坝内黏土的量过悬，才会积水。土壤级配不符合约规格，那排水的部分也丧失它的功能。光是这2项，其实这个球场目前点胶的一个情形，就确实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缺失存在。市府表示，对去年底开始，经过几啊摆测试，状况拢相常。承包商也承认初插皮仔时有疏失。另外，上重要的排水工程预算4000万，目前在资料内底把找拢无。厂商也有明列提出来，他有逐层去试做相关的透排水跟包括这些铺沙等等这些过程。那我们比较可信的是认为说，事实上当初的监造跟 PCM 审核的时候，确实没有把关审核这个事情，所以才会呈现说这个预算书有漏列的这些警示。那这些事情的话，确实我们在后续还会再详查这些预算书核定的过程。工程的这个交付的品质上面不好，才造成了说这个球场的缺失如此的多。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在跟龙来的这个球场的部分有比较确定一个明确的金额跟规模之后，我们会来讨论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需要由这个厂商、统包商或者专案建造商这边来做吸收。第一租金的部分，龙来公司已经向市府要求赔偿，而且暂时停止契约。等待市府将球场工程改善了后，双方才会继续合约。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